天王周杰伦14号首次以球员身份参加澳洲网球公开赛1分大满贯，对上24岁澳洲业余球员韦奇，可惜连球都没碰到就被秒杀。下场后，周杰伦发文自嘲：“果然被我料到，连球都没碰到。我在场边能做的就是帮大家签名了。”还说除了练球还要练猜拳，毕竟先猜赢才能选发球。哇塞！我教了我的网球徒弟教了1个月，很努力很认真，然后终于有机会可以去表现他的能力。罚球来了，动都没动，都没接到球，救命！周董好友林书豪也不忘拍影片调侃，展现两人好交情。不过虽然比赛偏向表演性质，但仔细看签标会发现，周杰伦的国籍遭列为 CHN 而非 TPE。反观同样参赛的台湾女将葛兰乔安娜，在签标上附注的国籍栏位标示为 TPE，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。